揸咗40幾年車，終於退休啦。點知膝頭哥痛到連落街買外賣都要用拐杖，食咗3、4樽佳泉 UC2，膝頭哥好似重生咁。下個月仲可以去旅行添啦！我係佳泉 UC2 關節配方嘅真實用家。我退休之前呢，我係揸貨車嘅，大部分嘅職業司機咧都有個職業病，唔係膝頭哥痛咧，就係手踭痛。個膝頭哥一日比一日痛，喐又痛，唔喐又痛，彎曲咧最痛啦！屋企人咧驚我跌倒喎，咁啊逼我要用拐杖，搞到我心情咧好暴躁同埋好嬲咯。食咗3、4樽佳泉 UC2 左右咧，成個膝頭哥好似重生咁。下個月仲可以去旅行添啦！我真心推介佳泉 UC2 俾所有老友記。